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合吧》。今日呢，民主来到一个素材，另边呢是一个动腔松、健谈音乐、更休闲的素材，你有没有听到？我好像听到爱都给中国哎，罗丽坤啊，大姐你好，你好。看你这整个布置，感觉是有跟你们这边关系故乡的连接，好像又是重新的样貌这样。对，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在地人关系人，所以我就大概2、3年前就回到了这边。我想说那边有蛮多东西，我们来去看一下，要不要？好，好。看到这一些都有记录一些客家美食，哎。在去年的时候，我们有上一些培训的课程，所以有做一些在客家传统的料理做一些小小创意的改变。哇，对。刚才一进来呢，就听到好听的音乐，所以我们先来教观众讲这一句：听音乐。自线桥的讲法呢，就是躺饮哦，躺饮哦。对，第二个呢，也是一个很生活化的讲法，就是当你来到一个很轻松自在的空间，你会感觉到很轻松自在的样子。客家话讲法有一点可爱，叫做乐乐。乐乐，对，乐乐就是有点像是乐乐，很乐乐，很欢喜的样子，很轻松的样子。我要准备教你更长的一句话哦。听音乐放松心情，这句话客家话就是躺饮哦，心肝爸爸开。躺饮哦，心肝爸爸开。怎么听你讲特别可爱？躺饮哦，心肝爸爸开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关西老街，发现了这个老地方被重新再造之后，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，真的值得大家假日的时候来走走，放松心情。当然了，我们今天认识了许多新的词，在这边秉珠带大家复习一遍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听音乐，躺饮哦。躺饮哦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轻松自在的样子，隆隆隆隆。第三个可就妙喽，来看到就是听音乐放松心情，记得它有手势，就是躺饮哦，心肝爸爸开。躺饮哦，心肝爸爸开，有没有很好记？当你记起来之后，记得这个客家谚语，保证你的客语程度马上 upgrade 哦。好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